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做 Amanda。咁我係一位退休嘅中學副校長，我教咗33年書。我主要係教呢個嘅中國語文同埋中國歷史。咁如果你話身心靈成長嘅經歷呢，我覺得同我喺中學裏面教書呢都有一定嘅關係。咁因為中學嗰段時間我教中文同埋中史啊嘛，咁我一定會接觸好多嘅中國文化。咁而身心靈呢，原來係同儒、釋、道三者都好有關係。譬如儒家就講修身，佛家就講修心，道家就講修真。咁然後喺學校呢個環境裏面呢，其實我哋可以接觸好多嘢。咁然後跟住呢，我點解會入身心靈呢？我自己都覺得好奇怪。喺2012年嗰段時間呢，我屋企人話俾我聽，佢失眠。我話你失眠啊？我從來都唔會失眠㗎。我做嘢好攰㗎嘛，一笪落張床3秒鐘就瞓㗎啦嘛，點會失眠嘅啫？咁佢話我好辛苦啊，咁我話食安眠藥好似唔係幾好喎。咁得我同你上 YouTube 睇下究竟有啲乜嘢治療失眠嘅方法。咁我轉咧就睇，咁我就睇到一個 NLP。佢講如果你失眠，你可以點做嚇？將你啲情緒剁碎佢，又放咗落張床度，然後由張床咧就再放落嗰個床底嗰度。咁然後跟住咧，佢真係瞓着咗，我都未講完，佢就已經瞓着咗。咁我就會覺得，點解有一啲嘢係喺我嗰個預計以外，而我唔識，我又覺得咁有效治療到失眠喎咁樣，因為我真係唔識點回應佢。然後跟住咧就喺2015年嗰段時間咧，我就接觸到台灣林顯忠老師，佢就講深層溝通。嗰陣時喺YouTube 嗰度睇嘅，咁佢就示範咗一啲技術，同埋講咗呢個胎記嘅問題。因為我自己本身有胎記嘅，咁我撳住我個胎記咧，我話係真定唔係真啊？會入到前世咁樣，點知我出現咗一啲前世嘅景象。咁於是咧就令我咧好，即係嗰叫佢震撼啊！即係點解會係咁樣嘅咧？咁然後跟住開始咧有課程，我知道喺2017年嗰段時間咧，我就修讀咗佢嘅基因班。咁然後跟住就一直咧就係直至我考到呢個導師為止咯。咁我喺2020年嗰段時間咧正式成為呢個導師。